天公靠背啊，娃娃机夹到了啦，干鸡巴啊！疯狂假面，来730。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生日快乐！赶快，最后1分钟多，人数没有1000我就关播，800人。820啊！I'm letting go, I keep it eyes, eternal silence of the sea. I'm breathing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I'm just like the same time to set the heart on fir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我跟你们讲啊，直播就是节目效果啦。好，我想请问一下，刚才在那边讲干话的，你有意见是不是？不然你出来做节目效果，给大家看，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啊？对不对？直播就做节目效果，演小丑给大家看嘛，干嘛要这样酸呢？这样有意义吗？各位朋友？然后做节目效果给大家看，又要被攻击，难怪你会被封锁。
这样子好玩吗？各位，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乱有意义吗？各位，拜托啦，举手之劳了，好不好？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一口饭而已，没有必要这样啊。可以吗，各位？哦，再来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啊！要断我的路那一个人啦，拍照的那一个人啦，我一定会把你找出来。哦，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找出来。我现在跟你是有仇吗？走到哪，跟到哪，偷拍到哪，我跟你有仇吗？没有吧？对不对？找出来干嘛？吃饭聊天呐、泡茶喝咖啡啊？好不好？泡茶喝咖啡聊是非啊，交朋友啊。我这个人最喜欢跟人家交朋友，对啊。我没有威胁啦，我说找出来跟他认识，泡茶聊天。对呀、谁出钱我请客啊？哎呀，请他吃饭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做个直播，每天一直被攻击啊，真的很难过。做个直播节目效果，我也要被攻击，还要被骂，很累啊，各位。啊，知一好知为知啊，刚好就好了。哦，我知道你有在看啦，我也知道你应该住新竹或竹东啦，好不好？不要太过分了，我没得罪你啊。哦，竹东啦，新竹很小啦，做个生意啦，凭本事啦。你这样一直攻击我，你什么东西呀、一直这样要让我直播倒，
我不用吃饭吗？各位，直播啦，有自己的风格啦，不喜欢看就不要看就好。没有必要这样乱吧，各位。看差不多诶，拄啊好好啊。你管我要不要工作？直播也是工作，好不好？也是我的风格，我就是坚持要做直播，可不可以？哦，希望多支持啊，好不好？真的啦，多支持一下啦，哎呀，好不好？谢谢你们了。水枪没有卖啊，只送不卖啊。做人留一线啦，刚好就好了。这是什么高温啊？我的手机都这样。哦，你都没看到我印在这。做人留一线呐，哎呀，不要这样啊，好不好？拜托一下。哦，做生意凭个人本事啊，要卖多少不一定啊。嘿，我的手珠嘞？我的手珠嘞？我找看看啦。哦，我有3条手珠啦，1条成的啦，2条半成的啦。我找一下。请问芭比娃娃多少钱？300块。钓鱼200哦，钓鱼200，芭比娃娃300。其实你可以找份正常工作。来，各位朋友，我一开始，啦，做直播啦，做到后面我有去工作啦，然后啦，有人跑去我工作的地方乱了，乱到我没工作的啦，这个要怪谁？话都你们在讲了，叫我去找工作的也是你们线上的啦，我现在找到工作了啦，如果去工作，你们是不是要去乱？啊，去乱，老板会不会把我开除？来，各位朋友，会打会不会打不会？
火车多少钱？200块。哦，芭比娃娃300。哦，芭比娃娃300，火车200。哦啊，钓鱼的也200啊，上面那一只电话，小朋友的电话150，会嘛，对不对？啊，为什么线上的人一直说天峰，你为什么坚持要做直播？直播就不是你的料，你就去找工作，就不会被乱了嘛。啊，我就说过了，我之前是做直播，后来很多人叫我去找工作，好，我直播不做，我去找工作，我去夜市工作，一大堆人去那边乱了，甚至跑去跟老板讲啊，啊，这个人啦、他做过直播，他直播都很乱，啊，你敢请这个人来你这边工作，你不怕你的店被人家砸掉吗？老板听到会想请我吗？我想问各位，老板不会那个吧？老板听到我做直播，怕人家来这边砸他的摊子，老板当然不敢请我，叫我回去吃自己嘛，对不对？大家互相一下啦。8天，去外面丢那个一直流血。哎，这个帮我拿去丢。啊，不用，等一下丢了是。哎呀，做人留一线呐、好不好？哪一天路上遇到大家也是好朋友啊。请问玩具只有这些吗？对，对，玩具只有这一些。做人留一线呐、真的啊。哎呀，来水门夜市哦。诶，我以前那个老板，水门夜市，其实他身体不好啊，他现在很少在做夜市啊，哎呀，好不好？啊，就多支持小弟呀、好不好？哦，多支持啊，做人留一线呐、好不好？谢谢你们呐、哎呀，好不好？再多支持啊，哎呀，屏东太远了啦，哎呀，我有小孩老婆在这边呐、好啦，那就先这样啦，我只是开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啦。哎呀，啊，刚才做节目效果给大家看，我还要被一些人攻击。好啦，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啦，好不好？哎呀，多支持一下啦，好不好？冠威谢谢啦，哎呀，冠威大哥谢谢啦。无啦，迄规工安尼乱，我嘛是无法度生活，你听有无？哎呀，我就说过了，没有面交，没有智取，不要再多问了，好不好？哦，那就这样了，哦，那就先这样，好不好？来啦，各位，拜拜啦，哦，拜拜。